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6月初5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9篇，约伯记38章39节到39章12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第1节到第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圣神的运势。圣神降临节主日，牧师有讲到一个概念，就是圣神充满是一个运势，因为运势就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礼物。有圣神的恩膏，若是讲咱讲运势，当然就是上帝予咱的礼物。但是千万毋通将圣神的运势来甲伊威胁来限制。圣神的运势是非常多元的，因为上帝就是迄位人看袂到，却会当体会真多样多元的上帝。真侪时阵，咱因为看袂到上帝，就认为上帝无存在。也因为咱四周围生活的成就是咱所看会到的，所以就通常就掠做讲，咱才是生命中间的掌权者。事实上，就亲像上帝对约伯的提醒同款，上帝伫安尼讲你会通为着三仔某来取食物吗？你会当互这个幼崽仔来把将吗？当乌鸦因为邀饿飞来飞去，当细只乌鸦在院外哀求食，什么人去甲因饲饱呢？39章讲，恁知影伫野的山羊伫时来出世吗？你看过野鹿怎样来生产吗？因花太偌久，伊什么时阵生产？你知无？你知影因什么时阵跍落去，甲幼儿生落来？因的幼鹿伫荒野来渐渐大汉。来奔走离开，无搁一摆转来。什么人将野驴仔放走？什么人偷开别因的锁？我将旷野互因做徛起的所在，互因住伫咸地。因就离开城市的吵闹，无受人的使。山野的养饲因的牧场，因伫迄个所在来敲找青翠的食物。野牛肯为着你着磨吗？伊愿意伫你的槽边来过暝吗？你用绳揪伊来犁田，叫伊伫田里来拖白吗？你会通挖过伊的气力，将粗重的工作来交互伊吗？你会当信赖伊，将你的修行带倒转去吗？替你来收挂伫席场顶悬的切仔粒吗？咱时常就亲像约伯共一样。伫生活的成就顶悬，看到是家己的功劳，却袂记得上帝的运势。保罗写互哥林多教会批信中间提到着圣神的运势的重点。保罗甲哥林多教会的兄弟姊妹讲：兄弟姊妹啊！有关圣神的运势，我毋望恁拢明白。早前恁信异教的时，往往受到引诱入去歪错的路，受到遐无有生命的偶像的限制。
我甲恁讲，既然是上帝的神感动的人，一定无讲耶稣是应该受咒诅的。相款，除非互圣神引带，嘛无人会通承认耶稣是主。圣神的充满甲引带的目的，就是要互人会通承认耶稣基督是主。记得伫福音书中间有甚物人告白耶稣是基督，永生上帝的囝嘛？当伊告白安尼的信仰的时阵，耶稣基督就甲因讲，耶稣基督甲西门讲，西门巴用啦，你是有福气的，因为这毋是属肉体指示你的，乃是我伫天顶的爸所指示你的。我佮甲你讲，你是彼得。我要将我的教会起做这个石盘的顶悬，因毋敢的权柄袂话赢过伊。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互你，凡那你伫地上所捆绑的，伫天顶也要捆绑；凡那你伫地上所偷放的，伫天顶也要偷放。这是记载伫马太福音16章17节到19节。这也是出自属天的指示甲引带，互彼得会通讲出四正正确的告白，也亲像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14章中间的应允。伊甲门徒讲：我还佫甲恁同在的时，已经将这个话甲恁讲啊。但是迄个为助者，就是爸因为我的名所要找来的圣神，会将一切的事来指示恁，并且互恁会记得我对恁所讲一切的话。那呢，基督徒伫领受圣神的充满、圣神的恩赐的中间，咱应该爱安怎做呢？以及咱应该用甚物款的态度来面对？无论咱所领受是甚物款圣神的恩赐，有一个重点，就是绝对袂通袂记得，迄个就是圣神上帝的恩赐，毋是展现伫人的亏力。咱因为圣神的恩赐要见证的是耶稣是主，毋是家己。咱所要做一切，也是拢为着基督来做，毋是为着要来召集这个众人来跟对家己，互家己得到利益。这个问题也发生伫哥林多教会内底，有人伫教会内底咧变分裂，目的是要互家己对这个中间得到利益。毋是要互这个基督的名得到荣耀，为着私利宁可互上耶稣基督的身躯来疼你。好，那亲像哥林多前书第1章经文所讲的，兄弟姊妹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劝恁大家，讲话爱一致，毋通有分裂。爱团结，有一致的想法，有共同的目标。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0节。保罗接续去讲，我的意思是，恁这个人讲话拢讲家己的，有的讲我是保罗的人，有的讲我是阿波罗的人，有的讲我是属彼得的，也有的讲我是属基督的。基督竟然受分挂，敢讲替恁死伫十字架是保罗吗？恁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？安尼人明白的就是无认捌耶稣是主，无有圣神的恩赐，因只有假包教会以及这个宗教的名
假用疼来要求别人为着家己来模福你。保罗讲，无论做啥物，都爱为着基督来做，这是圣神恩赐的目的。诗篇29篇，天界大开咱的正经日啊，着将上主应该有的荣光、权柄拢归互伊，着归互伊，着将上主的名应该有的荣光来归互伊。存圣洁的心敬拜上主，上主的声伫水面得响，阳光的上帝起雷大难。上主临在伫海洋的顶面，上主的声有大气力，上主的声威严满满，上主的声拍子向壁手，上主拍碎黎巴嫩的壁香树。互黎巴嫩着跳亲像牛仔囝，互黑门山着跳亲像野牛仔囝。上帝的声闪烁阳光，上帝的声互旷野摇动。上主互加底斯的旷野大震动，上主的声互摩阿洛着惊成山。互树内树叶落甲光光光，所有伫伊殿内的人拢话讲，荣光归上主。上主设宝座伫大水的顶面，上主做王到永远。上主赐气力互伊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互伊的子民。感谢上帝赏赐互阮恩赐，也互阮会通来听人来服侍你，更较因为安尼来荣耀主你的圣名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